請再度回味，與你翻過幾遍如願生死，每一張一頁也精彩獻技，沿路細味，遊歷艱難場地，上文再愚弄你，下文劇情疊起不可參透的結尾，故事佈局完美，再留白床日記，逐行字句都細膩，約定快樂到死，為何剩餘自己不懂得再被預起，掙脫不了生與死，一殘酷成